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电推小姐。前几天甲朋友冤家，心情有淡薄仔艰苦，真歹势。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。吃亏汉字写作吃亏，罗马字写作可以吃，可为亏。吃入声第4调，亏第1调。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"可怜啊"的意思。早前常常咧用，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，真无彩。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，若无人用，则真正是可怜啊。甲伤心、吃亏意思差不多的，阁有怨气、气心、懊恼、忧愁、郁卒、苦楚、心酸等等。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思，才有人讲，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。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、台语电影内面，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。怨气、气心拢是心情无好，不过这两个词较有吼，拢是你啦，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，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。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，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，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。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，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、生活，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的烦恼。大家拢会心糟糟，足无快活。啊，若苦楚甲心酸吼，迄种感觉较强，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，亲像有人讲，我君离开千里远。明日思君心酸酸，迄种苦楚甲心酸。人讲好花难得成双对，心美无伴伊就上吃亏。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，有人做伴，不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，无遐尼可怜啦。六吃亏、怨气、气心、懊恼、郁卒、苦楚、心酸。人的心情有好有歹，真正常。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，嘛无要紧。当有气来的时，要记得振作哦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